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看传统歌戏、布袋戏，拢会听到大师讲到奉送启程，刷来对这不用该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奉送的奉，读做好往奉第7条。奉本地意思是讲用双手去神去接，代表真恭敬。去承受，或者是献予人的意思，像咱讲奉胎。另外，听献、讲献，咱讲是奉献；啊，若考劝别人，咱讲是奉劝；信用，咱讲信奉。也有咱新闻常常报道家己新港奉天宫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名声烫惊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奉胎，代表是奉养侍候，像咱讲奉太父母。第二个词读做奉茶，就是咧路边放一卡茶果，好需要人家己去添茶来啉，这嘛是咱台湾前较大一个真好的传统风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奉茶是咱台湾一项真特别的文化，一寡所在拢会请人奉茶，足有人情味。另外，嫁出来时，新郎新娘嘛会奉太师大奉茶，感谢父母养育之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奉好往奉第7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